美國總統特朗普有鋪癮嘅，就係中意不留情面咁當眾奚落、嘲笑，甚至謾罵人哋。唔理你係叱咤風雲嘅世界首富，亦或係地位平起平坐嘅別國領袖。早前馬斯克完成咗效率部嘅工作，離開政府。雖然同總統關係決裂特朗普禮貌上都要為馬斯克致謝送行。喺歡送記招上邊所見到，特朗普坐喺佢嘅王座上邊，遞上咗金鎖匙紀念品俾企喺度嘅馬斯克，態度極度無禮，擺明就係要奚落呢個世界首富。今年3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到訪白宮，特朗普擺明撩交嗌，雙方冇講上3句已經演變成罵戰，最後澤連斯基更加被趕走，連飯都冇得食。上個月，特朗普喺白宮會見南非總統西里爾拉馬福薩，佢又早有預謀咁佈置咗令人難堪嘅一幕。佢當住記者面前突然播放一段影片，內容就係話南非白人遭到種族滅絕，白人俾黑人種族滅絕，呢個簡直係天大笑話啦！雙方因此發生爭執，會面又係不歡而散。特朗普記錄咁不良以後同佢見面嘅人真係要慎防呢一種小人隨時使出咩陰招。不過對付呢一種慣犯，最好嘅方法就係先下手為強啦。上星期特朗普喺白宮會見到訪嘅德國總理默茨，默茨一坐低就冷不防攞出一份文件作為禮物送咗俾特朗普。嗰份文件就係特朗普祖父喺德國嘅出生證明影印本。呢個出生證明有咩特別呢？咁就要從特朗普嘅家世講起啦。特朗普嘅祖宗原來係德國嘅農民。特朗普祖父弗里德里克正值16歲，佢啱啱學識咗一啲理髮嘅手藝。為咗逃避兵役，有個夜晚佢俾媽媽留低咗張紙條，就咁孤身一人靜靜雞逃離德國，走到去美國去掘金。由於驚德國嘅血統會被針對，特朗普嘅祖父就編造咗謊言，話自己係嚟自瑞典卡爾斯塔德，並且喺紐約做咗理髮師，一晃眼6年啦。祖父聽講美國西部有淘金熱，於是就走咗去西雅圖闖蕩啦。喺西雅圖，祖父借咗錢買咗間餐館，改名叫做牛奶飯店。由於飯店坐落喺西雅圖嘅紅燈區心臟地帶，所以佢唔單止賣嘢食，更加做酒吧、搞賭場同埋經營妓院。有酒有賭有女人，牛奶飯店好快就火紅起嚟。唔到30日，賺嘅錢已經夠將借翻嚟嘅債全部還晒。特朗普嘅家族因此撈到第一桶金。之後加拿大北部又有淘金熱，祖父就將牛奶飯店轉手賣咗，又走去加拿大照板煮碗開咗家北極旅館，賺咗錢自然想衣錦還鄉。1901年32歲嘅弗里德里克就翻去德國，並且娶咗個老婆，兩口子再搬翻去紐約生咗個女。由於妻子思念家鄉，於是特朗普祖父就賣晒喺紐約所有嘅家當，換成德國馬克。一家人打算翻去德國嗰度度餘生。點知當地政府就揾出祖父當年逃兵役嘅黑檔案，唔俾佢哋喺度定居，仲將佢哋趕出國門。祖父無奈之下，只好帶住家人再次翻去美國。喺坐上翻紐約嘅船上邊，祖母已經懷胎5個月，去到美國就生咗特朗普嘅爸爸。特朗普嘅爸爸靠炒房地產起家，因為投資好精明，好快就做咗紐約嘅億萬富豪。從此特朗普家族亦都成為咗美國著名嘅資本家。有咗錢，當然冇人再過問你嘅身世來歷。直至到嗰日，德國總理默茨喺眾目睽睽前邊獻上嗰幅阿爺嘅德國出世紙，特朗普目無表情咁講咗句多謝。阿爺係被德國趕出境嘅逃兵，一段黑歷史先再次重現世人面前。平時係落得人多啦，今次特朗普終於俾德國總理先下手為強，少女藏刀咁令佢顏面掃地。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多謝大家。